准备要迎接这龙年，新竹的香山地区太初县城宫用60万个一箍，这个金价呢，开3个月时间特别打造出一尾金铃。这金色的这个金铃呢，要互大家好过年赚大钱。这尾金黄色的金铃外形看起来唔那活跳跳，而且我近一个看，竟然是用1块的银角做出来的，民众拢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相。亮片。然后现在直接一看是金币，那亮晶晶的，亮光光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，真的哈、金光闪闪的。本来预计是58万，语义是让我发的一个概念，因为1元复始嘛，那我发的概念，那完成之后呢，其实已经远远超过了68万。台湾美容艺术老师叶俊南利用68万的1块的金角去靠金角材质歹固定的特性，用3个月的时间豆豆做，真无简单才完成。我们原先的发想呢，其实在10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了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，因为碍于其实金币真的要完成，其实它克服度非常非常的难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尝试了好几百次，才好不容易把它这个金币呢，把它促成一个立体感。金龙边仔佮利用麦仔掺台啊等等，增加金龙的艺术感。创作者表示，也代表我国丰收的意思。庙方甲创作者拢欢迎民众在过年时来遮迎金龙讨一个好吉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